檔案呢句話咧已經決定咗我前途。呢句話咧就會一路幾十年我記到而家。我話弊啦，呢次又失敗啦！我已經打定輸數話失敗㗎啦，搞到成身都係血跡。我可以講話我呢世呢平生啊，最俾人打得慘就係呢次。萬里黃沙，廣闊天地難容我，10年長恨，苦劫生涯豈有他。我係喺1947年喺廣州出生嘅，出生當時我個名叫做夏威夷，72年開始，跟住每年一次，72、73、74、75呢幾年之中，我每年一次偷渡去香港，結果喺75年第4次咧，我成功咗。去到香港以後咧，我就將名改咗為夏思源。一方面香港嘅抵壘政策，咁我都要有啲避忌；二方面咧，我覺得自己到咗香港咧，有一個新生。我本人咧可以講係受呢個階級成分影響好深嘅一個例子嚟，因為我爸爸係以前係國軍軍官啦，參加軍校咧為咗抗日嘅，抗戰勝利啦，46年咧就自己退役，翻鄉下探親啊，同我媽媽結婚，結咗婚以後咁啊我出世，跟住到我細佬出世，就49年新中國成立，初時我爸爸都好猶豫。好唔好走出去？因為佢諗住自己冇同共產黨打內戰啊，冇參加內戰啊嘛。再加上個細佬啱啱出世冇幾耐，但係最後再三思考都認為，都係要走啦。咁同我舅父一齊嚟香港。事實證明佢走得係啱嘅，佢選擇係都係啱，都係明智嘅。如果佢唔走咧，就都好慘嘅。如果唔走，小學畢業前咧。我有一次無意中喺偶然機會見到我班主任寫我個檔案嘅評語，該生父親是反動軍官，呢個成分對我嚟講完全係唔熟悉嘅，唔應該用呢個成分，但係冇辦法，呢個成分就係咁壓咗喺頭上。檔案呢句話咧已經決定咗我前途，呢句話咧就會一路幾十年我記到而家。初中嘅時候有一次作文啊，個題目就係我的家庭。家庭成分好嘅當然冇問題啦，可以大談自己屋企點樣威水史啊，工人階級啊咁樣。我哋唔係噶嘛，我哋呢啲階級成分唔好嘅好難做噶嘛。當時學校已經啲老師已經有一道指引俾我哋噶啦，話階級成分唔好嘅咧，可以點樣批判自己嘅父母啊，批判以前嘅點啊，然後就向黨表示點樣忠心，點樣改造，已經定咗條框框俾我哋做呢個題目。但係我就好唔忿，我就明顯覺得呢條題目咧，對於我哋呢啲成分唔好嘅咧，係一種歧視。講語文作文咧，我本來係都算唔錯嘅。我曾經喺我中學我做過語文科代嘅，咁但係呢條題目咧，我就冇辦法做得好啦。我對我老父親係一無所知，真係一無所知嘅。我冇可能成日講佢啲以前嗰啲嘢，我只能講我母親嗰啲嘢。即係講我母親點樣做教師嗰啲事蹟，
最後個結果咧，呢條題目咧就俾咗我咩成績咧？俾咗我2分，俾咗我唔合格。係我讀書嘅成績，由小學到中學，我從來未試過唔合格嘅，即係唯一一次唔合格咧就係呢次成績。我而家講嘅時候，我認為自己呢個2分，我都咁寫，我都冇後悔我咁做。喺高考嗰陣咧，本來個班主任對每一個考生咧都會逐個分析你啲成績同埋你個家庭成分，適宜考邊一類學校。對每個同學都有咁嘅關照嘅，唯獨就我冇。嗰啲畢業生都全部有安排嘅，除咗考大學多數留城嘅，係少部分，大約係1成人度就去農村嘅。咁呢1成人之中咧，有高中有初中，高中部嗰啲同學咧就全部都係黑五類嘅。雖然話當時講翻轉頭就冇話揾支槍逼住你強迫你去啊，但係佢又動員，又鼓勵我哋自己點樣報名去建設祖國乜咁，我就唔領佢呢一套嘅。但係冇辦法，一方面個政治宣傳個強勢個力度好大，二方面咧去我母親個工作單位做佢嘅工作，要佢支持個仔去農村啊咁樣。咁即係無形中係有種壓力。如果我母親唔表態咧，亦喺學校有一樣受到批判。可以講帶咗被逼嘅情況咧，就去咗農村。初時喺農場大集體生活，咁喺青年人之中，大家都相處得幾好。當時都仲係有一種寄託，即係去農村咧都係暫時性嘅啫，仲係可以有希望，唔使長期喺農村或者總之話抽調翻去城市啊咁樣。雖然係冇乜明確目標，但係都有咁嘅寄望。3年以後咧，當時係文革啦，農場解散啦，我哋亦一樣跟住要插隊落農村，咁佢個希望完全幻滅晒啦。當年喺插隊，多數都係初中生。我哋高中畢業嗰啲就係少數。一般嘅知青之中咧，對我哋都好尊敬，同埋嗰啲村民啊。但係嗰啲大隊幹部啊，嗰啲公社嗰啲上邊咧，就對我哋就完全唔理嘅。清算咗翻鄉下以後咧，鄉下呢一樣係咁樣對待我哋。咁所以喺呢個環境下咧，就真係絕望。我落農村嚟講咧，我對農村嘅感覺咧就係萬里黃沙，廣闊天地難容我，10年長恨苦劫生涯豈有他。君子去國飲水思源，即係話我本人咧，好似古人咁奔去國嗰個心理。對到香港以後，我就諗翻起以前嗰啲嘢咧，都有飲水思源嘅感覺。對於我本人嘅經歷咧，我就真係好有感慨。睇翻轉頭，可以講係當年有恨未釋懷啊！有條希望，有條生路俾我哋追求啊！
偷渡嘅成功嘅人越整越多咧，就呢個影響就好大。咁我就當時係好矛盾嘅，我就好唔甘心就咁喺鄉下過世。我先頭我就同我母親表明有咁嘅想法，但係就唔忍心佢自己一個人喺鄉下。咁我母親知道以後就同我表明，佢話你唔使諗我，諗你自己個前途最緊要。初有咁嘅心態咧，當時就其實真係冇乜準備嘅，因為自己所處嘅環境啊，可以講係同窮鄉僻壤。我嚟鄉下就即係啲信息好隔絕。如果想偷渡咧，就一定要出廣州同啲朋友聯絡。初頭兩次咧都係靠跟個朋友一齊去澳門先嘅，經中山啊、珠海啊、咁斗門啊咁樣，咁呢條路線去澳門嘅，又唔熟，又係靠朋友一齊，咁就都好多都係盲中中，結果去到半路喺斗門縣嘅地方已經俾民兵截捉咗，兩次都係，一次72年，一次73年，轉介翻去公安就混入收容所。第一次失敗咗以後，俾佢剃咗光頭，翻到公社，佢就唔係蓄意啫俾我遊街嘅。喺去公社嗰條路咧，呢啲村民咧，即係四鄉村民嚟，好似當睇乜嘢咁，變咗好似無形中變相遊街。我喺鄉下已經成咁名人噶啦。我當時我已經話冇辦法啦，我洗濕咗個頭，我一定要行落去噶啦。8個人咧，我當時我都有啲預感，危險性更增加咗。咁但係冇辦法啦，都既然同道中人咁啊，謹慎啲啦，咁咪一齊。呢次對我咁深刻印象咧，就係我哋喺山上經歷一次暴風雨啊！重陽時分本來已經好好天氣嘅，但係嗰年反常就連續一日一夜啲狂風暴雨冇停過。咁我哋喺山上冇辦法，8個人一齊全身濕晒，再加上打風嘅時候，又冷又凍又肚餓，真係飢寒交迫，忍無可忍啦，就落山揾人，發現山腳有間小屋，就希望有人可以幫我哋。咁啊，雖然話有可能俾人發現報上去俾人捉啊，咁但係都冇辦法喺嗰個情況下都要搏一搏噶啦。二哥又好彩，有個老伯肯幫我哋，即係一見到我哋情況就知道我哋係偷渡噶啦。再加上落雨，知道我哋好艱難噶，開火煮嘢俾我哋食，同埋俾我哋焙乾身上呢輯衣服。雖然又話煲番薯粥啫，但係都覺得對我嚟講咧，已經係好好噶啦。我哋嗰晚。平時生活中咧就冇可能遇到呢啲困境嘅，咁我哋又喺困境之中咧，有個老伯咁幫我哋咧，真係好感謝佢。所以當時我哋身上個人冇乜帶錢，唔係好多嘅，咁咁啊埋湊埋都有20蚊俾佢，我哋都當酬謝佢咯。
第8日啦，已經行咗大半路程噶啦，再過埋嗰個山就到邊界噶啦。嗰日朝早咧，我哋突然間聽到有狗吠聲，有民兵嚟突擊搜查，我即刻叫人散開，最緊要分散，因為有狗啊嘛。我自己就走咗去埋一個樹叢林咗匿埋。咁但係我當時嗰啲人咧，咁見我去嗰頭又跟住我去，有4個人跟住我去，另外3個就醒目自己散開咗。咁結果我嗰邊變咗5個人，目標又大咗，人氣又多咗。啲狗都容易揾啦，聽住啲狗聲越聽越緊，卒之啲狗咧就揾到我哋嗰邊，咁啊將我哋5個人捉咗，佢即刻收隊啦，收隊有得交差啦嘛，咁結果嗰3個人就放生咗，事後知道佢哋再過行1日添，就到水邊啦，跟住就成功落水就到咗香港啦。對於我嚟講咧，真係功敗垂成啦，我就功敗垂成。雖然失敗咧，對我影響好深。有3個人成功咗嘛，即係話呢條路係行得通嘅，成功之道嚟嘅。再加上喺呢個收容所，我認識咗個朋友。我第3次又解翻到去肇慶收容所咧，嗰啲監管人員啊就認出我，即係喺佢哋心目中咧已經係慣犯，咁又揾啲藉口嚟懲戒我，將我綁住嚟毒打，將啲新麻繩咧綁咗五花大綁跪喺度，我淨係綁麻繩都綁到手麻木，跟住攞嚟捉掃把柄打到啲竹拆晒爛晒散開咗，搞到成身都係血跡。我可以講話我呢平生啊，最俾人打得慘就係呢次。咁個公社幹部就話：喂，你已經第3次失敗，你仲打算點啊？咁嘅意思就係話你冇可能走得到噶啦，你即係叫我回頭是岸咁啦。咁我好坦然咁講，我好笑笑口咁同佢講，我話冇辦法，我到呢個頭我冇得翻轉頭噶啦，我繼續行落去嘅呢條路。我哋開始物色嘅朋友，物色拍檔啦。2個人已經好齊心，好合作，我就選擇咗陸陳，因為我同佢接觸咗，雖然唔係好耐，但我知道佢為人好沉實，好可靠。一個人要帶住個橡皮艇，另一個人就帶乾糧，即係2個人就不可分開。時間一個走散咗都冇可能成功嘅。咁果然我都冇選錯人。第4次咧就真係好順利，當日我選擇咗清明節起行，天氣比較寒冷，我哋就希望個天比較寒冷，因為有用橡皮艇啊嘛，唔使落水游水啊嘛，而且我就有一個朋友啊，肯幫我將隻橡皮艇帶去東莞，咁啊變咗我嘅風險啊少咗好多。約好時間嘅，我同我拍檔就朝早班船就入去東莞先，我朋友就中午嘅船去到東莞就下晝，我哋喺碼頭等佢。咁我哋接手咗以後咧，就夜晚食飽飯，咁就開始起行啦。遵照我上一次嘅經驗嘅記憶啊，一路向翻我嘅目標進發。喺中午時分行，差唔多下午時分啦，上山以後發覺
發覺我哋喺半山腰，山下邊有條村莊，咁啊到中午時分，突然間聽見敲鑼打鼓，放埋炮仗，放鞭炮，好似有好大嘅喜慶事咁。隱約聽到啲廣播，但梗係聽唔清佢講咩啦。不過我嗰時係文革期間，經常有啲指示，都見慣不怪啦呢啲嘢。咁後來先知咧，原來起程嗰晚咧，清明晚咧就蔣介石歸西。一跟住嚟幾日咧，沿途都冇乜阻滯。我都同自己講謹慎，唔好好似上次咁啊暴露目標。所以經過10日，去到終點就已經望到個目標啦。對面嗰啲就係香港，中間隔住一道深圳灣。深圳灣同我哋所處嘅山向咧，就有一大段空地。咁就決定咗當日晚上就衝刺啦。行過嗰片空地以後咧，就落水，用橡皮艇過海。未落山之前咧，咁我事先哋準備2塊木板，鑽咗2排窿，就準備有啲鐵線，然後跟住喺山上自己選擇呢啲樹枝啊，有比較堅硬直嘅樹枝，做拐杖咧，綁落嗰塊木板度，用鐵線紮實佢咧，就變成一個相啦。已經做好個功夫準備啦。咁另外咧，我哋啲乾糧仲有好多喎，剩翻應該食嗰啲咧，其他就放棄啦，輕裝衝刺。上岸咧就望翻轉頭對面黑掹掹一片黑暗，冇嘅。咁翻嚟呢邊香港呢邊咧就有啲燈光嘅。嗰度地區就係香港嘅流浮山尖鼻咀嚟嘅。咁我哋最近岸上邊咧，嗰條村叫沙橋村。咁然後你就去沙橋村揾人幫手啦。一入村就驚動啲狗吠到好犀利。初時我都拍2門，拍2次，2間都冇人應。可能有啲人怕事啊，嗰陣時已經係抵壘政策啊嘛。第3家先至肯應我哋。姓鄧嘅呢個先生招呼我哋煮食啊，同埋通知我啲親人啊。通知親人接咧，全部係我方面嘅親戚嚟嘅。搞掂晒去入市區啦，去何山搭巴士。個巴士啱一開動啫，就俾警車兜截，有個警車兜頭截攔截，跟住警察上車搜查。咁啊好明顯啦，警察收到線報，有人報咗案，報咗警。咁警察亦掌握咗情況，知道我哋好大機會搭車翻入市區啊嘛，即刻步及住，一見我哋上車就走去上車捉人。我眼見咁嘅情況咧，我知道我弊啦，呢次又要失敗啦。我知已經打定輸數，話失敗㗎啦。好在咩？真係好彩呢啲，我細佬帶埋個細路嚟，
俾我手抱住個侄仔，又上巴士坐喺度都一直抱住個侄仔。我細佬咧同我弟婦咧，一人拎個膠袋裝住我哋嘅指南針、電光刀同埋你換出嚟嘅衫。本來啲人就話點解你嗰啲物品仲唔重要嚟做咩啊？劈咗佢啦，應該劈啦。啊，呢啲就錯有錯着。嗰啲衣服保留咗，由我細佬兩個人揸住咧，就結果咧吸引咗警察嘅注意力。啲警察一上車就目標就注意住佢兩個。反而我因為抱住個侄仔，佢就冇留意啦。檢查佢兩個膠袋啲物品，就明顯就係偷盜用品嚟嘅。詳細話都冇問啊，即刻拉佢兩個去翻落車去落去警車度。同時佢個外父梗係搭下嘴嘅啦，佢外父喺我旁邊，跟住唔使講啦，連佢外父都稱埋翻去差館。咁就諗住十拿九穩啦，有嗰啲有物證啦，啊，老天爺整定咁嘅，啊，整定佢兩夫妻可以分散咗警察嘅注意力，啊，而當時佢外父咧，又俾警察一個錯覺係蛇頭，啊，咁將佢哋一個三人一干人犯拎翻去咧，就忽視咗我哋兩個正式人士。好在我個侄仔咧，由頭到尾都唔出聲，俾我抱住喺度，佢又唔嘈，又唔喊，又唔鬧，好合作。我同佢第一次見面嘅喎，以前未見過嘅喎，啊，佢都得歲半歲零，啊，我同佢未見過面嘅喎，啊，佢又同我咁好咁有緣分，啊，如果佢一出聲就怒喊噶啦。真係好似好傳奇呢個經歷。咁我另一個朋友嗰個阿英咧，就坐喺巴士最後排，唔出聲。佢都醒目噶啦，唔出聲，睇住啲差人將我細佬兩夫婦同埋佢個外父拉咗落車。我同個老陳驚，我老陳又係驚到，都已經緊張到唔敢出聲啊！一過後我同佢大家。見有人都鬆咗，大家都鬆咗口氣。咁我嗰個另一個朋友個阿英咧，預防警察殺回馬槍，我哋下一站即刻落車轉移。我認為係好嘅啱啊，好嘅道理。咁啊，即刻下一站落車轉移，轉咗再轉咗兩三次車，咁啊卒之入到市區，咁啊算成功入到市區啦，你知。我攞身份證以後咧，我就已經遲咗啦，遲咗2個月。咁呢2個月咧又有啲變化。我所攞嘅身份證咧就同佢哋啲人有啲唔同嘅。我當時叫綠印，唔係正式永久居民嘅身份證，而係要每隔1年要續一次期，續夠7年以後先至可以攞變為正式香港身份證。啊，咁我雖然係咁啫，但我都覺得為咗安全起見都值得㗎。啊，最緊要安全。
偷渡之稱咧嚟到香港咧，好多都係靠自己咁生活嘅。好似我哋8個人咁多一齊一個大單位嘅咧就好少啊。最特別嘅有一樣咧就係曾經有一個美國青年啊揾到我哋，咁佢好想嚟揾我哋了解下大陸嘅情況，同我哋一齊生活。咁當時我哋單位夠大，咁啊我哋亦都好樂意啊。呢個女青年咧，佢當時喺美國咧就受到當時美國又流行一種熱潮啊，即係好向往中國，好受毛澤東嗰啲思潮影響啊，希望去中國了解下中國嘅情況。佢係應承咗就去中國支教，為咗穩陣啲，佢就事先提前1個月嚟香港，話知道香港好多中國人啊嘛，嚟適應下嗰啲習慣下中國情況。特別係知道我哋係喺中國偷渡出去嘅人，咁佢更加想接觸我哋，了解啲情況。當然我哋梗係講我哋啲偷渡經歷㗎啦，講翻我哋以前嘅情況，偷渡點解要偷渡同偷渡遇咗咩困難。佢一邊聽一邊流眼淚，佢話佢冇諗到我哋啲經歷咁慘嘅。因為佢想象中嘅中國大陸係好美好，好美好。佢真係好難理解我哋嘅經歷。佢知道我哋唔會講大話，佢相信我哋講嘅係事實。個心裏面好似好矛盾，點解佢咁向往嘅個國家會有咁嘅事發生？佢諗唔通。我哋嚟到香港嘅感到好幸福，好幸運添。我完全冇後悔，我哋完全冇後悔嘅。有少數人話有偶然間嚟咗，但我哋多數人都認為係必然嘅，因為我哋當時所處嘅即係絕境，起碼我哋當時認為自己係絕境，喺絕境之中爭取自己嘅自由。我哋當時係抱住咁嘅心態。我哋呢段偷渡史咧，同中國嘅改革開放亦有多少關係嘅？應該，我認為呢段歷史係唔應該遺忘，係中國嘅一個不可缺少嘅部分，一段歷史嚟嘅。咁有啲人就認為過咗去就算啦，唔好再提啦。咁，但我認為都係應該要記住呢一段歷史。喺幾年前啊，我曾經同啲朋友一齊翻去以前農場務農嘅地方。佢以前嗰度咧就係血吸蟲疫區嚟嘅，後來安置我哋做農場，後來農場解散咗以後咧就荒廢咗啦，到而家。咁我哋舊地重遊咧，隔咗幾十年翻去咧就好感慨。咁我去咗以後咧，我就作咗首詩。嗰首詩係咁嘅：歷盡滄桑50秋，老果尋根故地遊。頹垣柳木家何在？暗柳名花徑通幽。丹心熱血情難再，觸景傷神志未酬。巴江舊恨香江夢，不負當年勁自由。
第一句问我什么成分？哇！我心里跳了一下。你的法律都白纸黑字，你都写着人是可以选择的吗？只不过你口头说罢了吗？但是这种社会是可以选择的吗？没错的，偷渡是正确的。